頂尖高手都有疏離感，呢個唔係性格缺陷，而係一種風險評估能力。你以為嘅唔合群，其實係你個腦幫你做緊最精密嘅篩選工作。救護現場第一原則係先評估風險，再決定係咪介入。你唔會叫一個冇受過訓練嘅人衝入火場㗎嘛，因為盲目介入只會多一個傷者。社交都係一樣道理，疏離感就係你嘅避險機制，係用嚟識別邊個先可以進入你安全範圍嘅第一道防線。好多人以為社交係越多越好，但你要知，每一個入到你世界嘅人都會消耗你嘅認知資源，你嘅時間、精力、情緒，呢啲全部都係有限資產，而疏離感就係確保呢啲資產唔會俾人無謂消耗嘅保護機制。所謂嘅慢熱，其實係你個腦喺度做緊風險評估。佢喺度睇呢個人嘅價值觀同你係咪一致，佢嘅能量同你夾唔夾，佢嘅需求會唔會變成你嘅負擔。如果呢啲評估做唔好，你之後可能要付出幾年嘅情緒內耗做代價。你唔係唔識社交，你係唔想將認知資產浪費喺冇用嘅消耗上面。呢個係節能，唔係孤僻。你睇下啲真正有成就嘅人，佢哋嘅社交圈都唔會好大，但每一個都係精挑細選過嘅。因為佢哋好清楚，關係嘅質量永遠緊要過數量，深度連結點都好過表面熱鬧。好多人覺得自己唔夠主動，唔夠熱情，跟住就逼自己去社交。但你有冇諗過，可能你嘅疏離感先至係啱嘅？可能你個腦已經幫你識別咗呢啲場合根本就唔值得你投放資源。你嘅冷淡唔係問題，而係答案。真正嘅溫柔係將善意留翻俾通過咗風險評估嘅人，呢個係對人力資產最高級嘅規劃。當你明白疏離感嘅價值，你就會停止懷疑自己。你唔需要逼自己變得合群，你需要嘅係尊重自己嘅篩選機制。因為你嘅能量好珍貴，你嘅時間好有限，你有權選擇邊個先值得你真正去投入。下次再有人話你太冷淡，你可以同佢講，呢個唔係冷淡，係風險管理。我係 Jackie，我哋下次見。